據消息，特朗普宣稱將在週三開會討論 TikTok 出售計劃，表示若中國政府批准 TikTok 美國業務出售，可能考慮降低對華關稅，試圖將關稅作為促成交易的談判籌碼。這場會議被視為4月5日不買就禁法案生效前的關鍵博弈，折射出地緣政治、商業利益與技術主權間的複雜角力。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態，若限期內未達成協議，將考慮再次延長禁令期限。這顯示出其在 TikTok 問題上的矛盾心態，既想通過出售交易達成某種政治或經濟目的，又忌憚 TikTok 在美國龐大用戶群體中的影響力，以及中方的反對度。從美方角度看，諸多買家對 TikTok 美國子公司表現出興趣，包括黑石集團、甲骨文等，但字節跳動始終強調沒有出售 TikTok 的計劃，甚至傳出寧願關閉美國業務也不買的消息。而且中方多次明確反對美方違背市場經濟原則、損害企業正當利益的做法。儘管副總統曼斯曾預測4月5日前將達成框架協議，但不確定性依然高遠。消息人士透露，會議重點討論了3種可能性：一、再次延長截止期限；二、強制拆分技術資產；三、主權基金介入。